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燕牧师。5月18日，意象决定人生的走向。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士师记13到15章。RPG 祷告的经文金句在罗马书8章5到6节。因为服从本性的人意向于本性的事，顺服圣灵的人意向于圣灵的事。意向于本性就是死，意向于圣灵就有生命和平安。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一个20年去养一个杀人犯。这是公共电视剧的金句，所谓的催泪点、着泪点。这个剧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个剧里面说明了父母实在想不透纯真的孩子人生是如何走歪、走坏掉的。兰波般的士师参孙的人生是怎样坏掉的呢？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说到了这个参孙他的母亲，她原来是一个不怀孕不生育，在那时候不怀孕不生孕的女人实在是被看低的，而神听见了他的祷告，亲自来显一个神迹，使不能生育的母亲生下了参孙。而他也将自己所生的孩子一出生就归神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参孙在母胎时就被分别为圣，他要在饮食、外表衣着，甚至一切与酒有关的可能会导致醉酒失控的葡萄食品上也要与众有别，好确保它是分别为圣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以色列的问题就是随着世代随波逐流，跟从邪恶的这个习惯跟外邦的风俗，而他们失去了神起初拣选他们的本质，以致在他们数百年来受苦的根源。要真正能够拯救他们，就是必须要有分别为圣的领袖来领导他们。所以神拣选特别吩咐要将参孙从小就做拿细尔人，希望借着他来施行拯救。耶和华使者来显现出告诉参孙的父母，他们要得到一个儿子的这个好消息。我想这一位神耶和华的使者，他主动的来到那个时代，其实是神做了这个史无前例的事，正反映了他是如何的爱惜以色列百姓，为了要拯救他们，神是何等的用心良苦。我们的神到如今仍然拯救我们，到如今仍然很信实的爱我们，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亲自来介入，为的就是要使每一个世代的人都能够得着拯救之恩。我们看到参孙的出生是这么的奇妙，但是他人性里面的韧性却叫人很感慨。连士师都这么任性，其他人就不用说了。那么那个时代真的是爱不该爱的本来是属神的，参孙爱上非利士的女子，要娶她为妻这是参孙明明知道不该爱的，但他却要娶。他的父母是反对的是觉得不妥，提出抗议的
但是他呢，只照他要的，他想要的，不管别人怎么反对，都没有办法管他。明知不对而去做，明知不该爱而去爱，这不是任性。什么是任性呢？还有，连吃都是他吃了不该吃的。哎呀，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参孙啊，他真的很像兰坡一样啊，他一个人的力气有多么大啊，他连少壮的妻子都可以把他撕裂哈。但是一段日子之后，在尸骨内发现的这个蜂蜜，他只因为爱吃，不管是洁不洁净，因为他是拿细尔人，是不可以沾染那尸体任何污秽的事。他其实明明知道，但他就是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有忘了自己的身份吗？明明不该爱，我们就是爱；明明不该吃，我们就是任性吃，减重，或者是血糖，或者是血压高，或者是我们明明吃了这个会过敏，或者是我们任凭我们自己。哎呀，这个任性在人的里面真的是像种子一样逐渐的这个发芽长大。参孙还说不该说的，按照非利士人的规矩，在娶亲的过程中，参孙和来这个贺来道贺的这个少年人来猜谜他明知要保密，但因为受不了妻子的苦缠不该说的他也说了。这个再次来说明他是不受约束，甚至他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人性里有一个很大的杀伤力，那就是任性。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能怎么样呢？不理是非黑白，更不计后果，只随着自己喜爱的事情去做，真是可怕呀。参孙是认识神，是属神的，是分别为圣，他却是任性。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的人。今天的金句 RPG 的金句其实也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的意向要来决定我们人生的走向。那么在现代的这些中文的译本说到意向呢，它用意向来翻译，是一个未分法的没有明确意识的这个需要，它使人模模糊糊感受到要干点什么，但对于为什么要这么做怎么去做都还是不太清楚，那就是去做了。意向也许是很快会消失，可以说是一个冲动，一个一时的激情，但也可能作为动机产生的一个阶段转为是一种意图。意向是那明明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动力，而这动力今天的经文再次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让这个意向呢是服从本性的人意向于本性的事，顺服圣灵的人意向于圣灵的事，意向于本性的就是死，走向死；意向于圣灵的就是走向生命和平安。我们看到参孙持续再来看到那个世代的人，其实呢也是一样，跟参孙一样就是那个世代任意他们任意而行只顾自己，不理会别人我们看到第15章，非利士人是无情的，他根本不理会别人的感受，放火烧人。哇，这个当然以色列人也不遑多论非利士人无情呢，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或者是说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也是很无情的。看到他们动用3000人下到以谈判的这个穴内来抓拿参孙，要交给非利士人。或许我们可以辩说这些以色列人是秉公办事，
其实是无情，对同胞没有那个情，他们忘记了，真的忘记了他们的敌人是谁，他们忘记非利士人使他们受苦，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不敢与非利士人对抗，现在却还拿着自己的人动用3000人。很奇怪，我们不觉得吗？为什么不动用3000人去跟非利士人打战，却用来对付自己的人，把它交给敌人呢？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说到这里，我们会想，我们不可能是这样的，是吗？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群体里，我们不是花了很多的心力彼此在角力吗？我们若是把这些内斗的力量、角力的力量，是对着传福音，是对着使我们这个家可以更好，是对着我们这个群体，使我们更能够走向越来越像神，那么不是更好吗？我们相信参孙的妈妈心一定很痛，她从来没想过，她向神求来的这个孩子竟然那个意向走向是使他的人生是走向死亡的，因为他的意向是顺从本性的人，意向于本性的事，而意向于本性就是走向死亡。参孙的妈妈不断的祷告，得着这个孩子，我相信他一生一世也为这个孩子来祷告。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还没看到参孙回转，我们看到只是参孙仍然在那任性里。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妈妈也不断在祷告，就像这首歌，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的心意对我很重要，已经找装不了，因为你的爱我需要，我走过的主你都明白，你也关怀。亲爱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来默想，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像参孙要娶非利士女子为妻一样，所持的理由是让人很傻眼的？那么我是要随从眼目喜爱做我选择事物的标准，或者是凭意志坚守原则为标准呢？我的意向是趋向于神呢，圣灵呢，还是顺服着本性呢？愿我们今天的意向是决定我们人生的路，走向那十字架上的路，走向荣耀的路，走向得胜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你知道此时此刻的我们或许说不出口那个苦，说不出我们该如何祷告，但主，你用你的圣灵，你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愿我们顺服圣灵，愿我们真的是让圣灵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在此时此刻，我们有主你的生命和平安。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今天我们顺服圣灵，我们走向那生命跟平安的日子。我们明天见。